冯先生啊。下松要给落婚。什么？其实不是赵亚玲，听讲你哪有好高本来就做得了。邱先生，有咩还有其他嘅事情要老眼讲啊？遐安尼啦，俺想喺老五讨论一下蓝农的事情。蓝农就是你板轰那个周君龙。错啦，冯先生，你敢听说我记忆经过啊？也个洗来哦，会从细看到大啊。虽然讲较让威式的，不过其实本身蛮坏的，你做咧靠你下无？我们这样偷偷进来不会怎样吗？不会啦，干嘛？嘘，我带你们来看我的另外一半呢。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来，指下一背，ready， 1、2、3。哎，哪个是女朋友？预备5、那个，上去那个。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Kia，你这种人可以交到这么正女朋友4、2、3。没有啦，其实他还不知道我喜欢他。暗恋？那我看你还是放弃算了。为什么？没语言的时候搭不起来的，对不对，麦子？有喊，有喊，有喊，有空，有空，有空，有喊脏累了，有喊脏累了，有喊脏累了，有空再来玩，有空再来玩，有空再来玩。天公日，天公日，天公日。明天，明天，明天。天公日爱去买东西，天公日爱去买东西，天公日爱去买东西。明天要去买东西。明天要去买东西，明天要去买东西。嘿唔嘿，嘿唔嘿，嘿唔嘿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嘿唔嘿爱情爱，嘿唔嘿爱情爱，嘿唔嘿爱情爱。你是不是要找我？你是不是要找我？你是不是要找我？谁来也？谁来也？谁来也？男孩，男孩，男孩，给谁来也当友好？给谁来也当友好？给谁来也当友好？那男孩很孝顺，那男孩很孝顺，那男孩很孝顺。热些嘞，热些嘞，热些嘞，一点点，一点点。